羅素喺比利時站只係跑咗5個彎，就因為同咸美頓碰撞退賽。但真正令佢爆粗嘅唔係因為佢俾咸爺撞，而係出咗1號彎之後，部車突然間少咗3至4成嘅電，去到大直路更加完全冇電。更加奇怪就係原來呢個問題由銀石已經開始。平治一度認為同羅素嘅駕駛方式有關，但係平治就話就算羅素執咗個揸法，但係電力部署仍然都有分別。面對住嚟緊嘅匈牙利站，平治同埋羅素就需要理解，究竟26年嘅賽車係咪唔啱羅素揸，定係平治 PU 真係有問題？我哋今集逐步拆解。我係阿 Ken， 歡迎嚟到 F1 9噏。我哋喺賽季期間會對 F1 各個議題作出深入分析，由比賽策略、車隊研發到場外嘅政治角力，我哋都會利用數據同埋圖表輔助，同你逐樣拆解、逐格分析，用廣東話呈現車隊同車手之間嘅真實發現。如果你想睇 F1 睇得深入，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撳個鐘嘅搶先看。咁我哋咧就正式開始。咁首先咧，我哋就極速回顧呢個羅素只係進行咗5個彎嘅賽事。本身咧佢係第4名起步，跟住入到1號彎就拎到內線贏咗咸美頓，跟住入到 Awuch， 羅素仍然保持喺第3名。咁但係咧之後過咗 Awuch 同埋 Wardion 之後咧，嗰個上斜嘅 Camel Switch 就開始出事啦。明顯部賽車就唔夠電，首先咧就俾Leclerc排頭，再俾咸美頓挑戰佢嘅位置。咁而去到入到 Lecombe Chicane 嘅時候咧，佢又有機會想反擊一下喎，但係點知咧就俾內線嘅咸美頓咧頂住咗，碰撞之後咧就喺 Lecombe Chicane 度撞車，再衝入沙地度擱淺退賽。咁其實入到沙地就係咁啦，如果你成部車入咗去咧，基本上好多機會咧都出唔翻嚟嘅。咁碰撞之後，咸美頓亦都喺無線度咁講喎，有架車喺我之前閘埋嚟，我喺另一架車之後，所以車頭冇咗抓地力。咁咸爺咧之後因為呢個碰撞俾人罰5秒，咁我哋咧首先睇下呢個意外先。咁其實咧呢度我哋都睇到咧，如果你畫條線咧，就會見到咧喺入彎之前咧，羅素喺外線係明顯先過咸爺嘅。所以如果跟翻個批例，就係車手格鬥嗰陣個批例咧，羅素咧係有咗個權㗎啦。咁之後我哋可以睇下咧咸爺嘅車載鏡頭喎。咁呢度都係入彎啦。嗱呢度咧就未入彎心，但係剎車區嚟嘅。咁其實見到羅素好明顯喺前面啦。咁然後咧我哋睇下嗱咸爺咧呢個位咧，佢係扭咗幾下軚嘅。然後咧佢扭入去咧架車都唔係跟住喎，佢一路向外西喎。咁其實好明顯佢就有啲推頭嘅情況啦，即係如果照睇翻呢個批據咧，係一定罰咸爺嘅。嗱咁首先我哋睇下判詞啦，咁就係63號羅素咧就想爬頭，喺外線就爬呢個咸爺頭喎，咁亦都咧係好明顯地先過佢啦，係咪？同時咧就咸美頓就喺內線嘅。咁轉彎嘅時候咧，咸美頓咧就推頭啊，咁呢個亦都係佢自己間接承認咗啦，因為佢自己話佢話車頭冇抓地力啊嘛，其實佢算係暗地承認咗自己推頭啦嗰下。咁就算咧佢就多次扭軚啦，扭多幾次軚啦，希望救得翻架車啦，咁但係咧仍然咧都撞咗架車，咁就因為冇辦法啦，咁你失控啦，同時咧你就撞到車啦，同埋你個權咧應該俾羅素嘅。咁其實呢個規矩就係咁簡單，因為如果你可能睇埋鹿仔嘅事故，你就覺得點解佢話佢冇錯就好簡單，因為佢喺前面咯。咁其實佢係好硬啊呢件事，佢係好機械式咁樣去計數啊。咁但係佢總之就係咁咯嚇。不過羅素 DNF 之後咧，接受訪問嗰陣咧就咁講，同咸美頓嗰次碰撞，我認為只係賽車嘅意外，佢冇心嘅，責任上佢可能比我多少少，但佢冇做任何魯莽嘅動作。跟住佢又講到，其實佢一直真正遇到嗰個問題喎。當我出1號彎嗰陣，電量已經唔見咗3到4成，我結果被3架車一齊爬頭，而我根本唔應該跌入嗰個位置，呢個先係令我最嬲嘅地方。咁啱啱訪問係佢一個比較冷靜嘅版本啦。其實喺意外發生之後咧，佢即時反應就係咁喎。我要退出啦！直路嘅叉電係做乜嘢㗎？直路完全冇電，完全唔可以接受呀！我諗大家都知道咧，羅素呢個車手平時最中意就係做啲咩呢？就係中意督人啊，話人哋出嗌啊，犯規噶嘛。咁所以督灰話其他車手對佢嚟講呢，其實係自然反應咁嘅級數。咁但係今次經過咗個咁大嘅事故，令到佢 DNF 1分都冇，反而佢第一反應呢係指出叉電嗰個問題，而唔係話咸美頓或者其他車手。咁我諗其實都反映到佢係真心相信電池能量管理先係令到佢發生意外退賽嘅主要原因。
咁要了解呢個意外嘅成因咧，首先睇下咧，平治兩個車手分別係用一個乜嘢嘅速度上到 Camel Track 先。咁因為咧當時羅素係冇完成到圈佢炒嘅車噶嘛，咁所以咧佢冇完成嘅圈咧係冇 telemetry 嘅數據嘅。而我就上網揾到佢嘅車載鏡頭，因為我冇 F1 TV Pro 啦，我喺澳洲咧就好難買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冇辦法之後佢揾到人哋 cap 出嚟嗰啲啫。我哋可以見到咧羅素咧上到308公里之後咧就一直加唔到速，一直咧都係停咗喺呢個速度嘅，反而去到剎車區之前咧，就突然間有翻電，就加速翻少少，最高去到316公里。咁之後咧，我睇下 Kimi 仔做成點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啦，佢速度咧一度咧上到318公里嘅，咁但係之後咧都可能冇電啊，架車係慢慢咁樣減速嘅喎，減到咧其實呢個位先係剎車區啦，咁啊減到307公里。咁同時咧佢係有特登鬆油㗎，我哋可以見到佢2號彎之前咧呢個係油門嚟嘅，真係有鬆到油㗎嚇。咁因為我哋可以睇到咧，如果你撳第2度咧，我求其揀個圈啦，我哋如果揀第8圈咁樣，我哋可以睇下第8圈啦。咁呢個位咧，我哋可以見到係唔使鬆油喎。OK，佢係冇鬆到油啊。咁證明咗咧呢度咧唔係因為佢下力架車唔夠啊，或者點樣所以先要鬆油。呢個係可以盡油過嘅彎嚟嘅，只係咧佢可能冇電啦，或者想叉啲電啦，所以就特登鬆一鬆油，令到自己叉到電。咁跟住咧，我哋可以睇下咧，安東尼利同兩個都係前列嘅用緊平治 PU 嘅車手，分別喺呢個 Camel Track 係點樣鬥噶啦。我哋可以見到咧白色線嘅 Kimi 咧嗰個速度咧係差一截嘅，同時 Lando 咧一度咧上到時速343公里。Piastri 咧就好奇怪啊，你會見到佢速度咧唔係加速喺度減速嘅，佢係中間咧會減一減速啦。然後咧佢鬆咗油喎，我見到呢度佢喺大直路咧，明明大直路啊又係鬆油咁可能佢想叉電啊或者點樣 feel 到架車冇力啦準備，咁啊佢就鬆油咁咧之後咧就叉翻電，咁啊架車咧就之後上翻少少嘅，咁喺剎車區之前咧時速上到324公里咁可以見到咧其實喺起步嘅時候咧架車可能都冇乜電啦，好受到咧成架車嗰個電能部署去影響架車嘅速度，就算係同一個車隊，但係唔同車手咧都可能有非常之唔同嘅能量發布啊。咁安東尼利咧賽後亦都有提到第一個圈個事件嘅，佢就咁講，真係大癲。老實講，我當時完全唔明發生緊咩事。Max 喺 Eau Rouge 之前高速爬我頭，但之後我又爬返佢轉頭，跟住我見到 Charles 幾乎追到同我並排，我心諗咩料呀？我只係盡力守住，不停望住倒後鏡，因為我見到好多車不斷追上嚟。呢個起步真係超級混亂。咁其實綜合埋韋少賽後講翻第一個圈嘅情況，咁佢主要就話咧見到有支紅色火箭啦，跟住咧就話所有嘢都好混亂啦，反而總結到咧現時快你第一個圈咧仍然咧都係有着數啊。同時平治嘅 PU 每架賽車去到唔同情況有幾多力咧，有幾多電能發放出嚟咧，其實係唔知嘅。咁賽後咧 Toto Wolff 就咁講啊，所有用平治 PU 嘅賽車喺1號彎出彎之後都出現電量不足嘅情況，所以唔單止係 George 有問題，只係 George 受到嘅影響比 Kimi 仲要大，但 Kimi 其實亦都遇到同樣問題。呢件事確實令人遺憾， George 失去咗積分，車隊亦失去咗一啲分，好似幾乎每個週末我哋總有一架車無法完成比賽。咁跟住佢就話咧，其實平治成個週末都係遇到呢個動力部署嘅問題。George 今個週末嘅引擎確實有一項問題，估計解釋到羅素排位輸俾安東尼利差距嘅大約一半，甚至多啲。咁去到今個星期2 Motorsport 就有報導，確定羅素賽車電能部署出現異常。平治副技術總監小摩尼 Hester 喺匈牙利站之前就有一個咁嘅解釋。羅素喺電力部署方面遇到一啲問題，我哋要喺下場之前解決呢個問題。其實早喺銀石就有，我哋做咗大量分析，最後得出結論，其中就係同車手嘅駕駛方式差異有關。George 亦都深入研究過，去到 Spa 之前已經成功作出改變同適應，但就算係咁，我哋仍然睇到兩部車之間嘅電力部署存在差異。而家我哋面對嘅係一套全新規例，呢套規例底下只係進行咗10場比賽，所以我哋仲未可以完全理解每一個造成問題嘅因素，真正揾出造成呢啲差異嘅主要原因，務求去到匈牙利站之前做好最充分準備。咁所以而家聽落呢個問題，就算關車手揸法事，
即係話車手揸法會影響能量部署方式，但咧其實又唔係完全100% 關事喎。同時啊，喺 Kimi 仔嚟到比利時有新嘅 PU， 即係第4套內燃機引擎死氣喉同埋第4副 MGUK， 而羅素咧係未有嘅。咁其實啊，我就覺得咧，平治都冇乜可能會特登玩其中一個車手，但係咧喺有新 PU 嘅情況之下，如果唔會引致咩罰起步格啊，從而令到爭冠形勢有咩影響嘅話咧，會首先將啲新嘢俾高分啲個車手，其實都好合理嘅。咁而同樣都係用平治 PU 嘅麥蘭領隊 Andrea Stella， 佢更加表達到個問題核心。去到 Spa 呢類本身對動力極度敏感嘅賽道系統，對車手輸入以及賽車喺某個彎之前部署咗幾多電力，個分野就會變得更加明顯。呢啲 PU 唔係預先設定好一套固定模式放電，跟住每一圈照板煮碗咁做。系統有好多時會即時計數，再睇車手操作同埋賽車當下狀態，睇應該點樣分配啲電。咁所以聽埋所有嘢呢，我哋就可以確認羅素嘅賽車問題就係出喺賽車嘅電能部署係會受車手嘅輸入影響，嚟到改變賽車電能部署 deployment 嘅邏輯。咁其實啊，我哋每日揸嘅車唔多唔少都會受住司機嘅 input 去影響 ECU 嘅邏輯，即係話幾時落幾多油，幾時轉波，都可以咧透過唔同司機嘅駕駛習慣嚟到一個少少嘅調教。咁但係啊，嚟到 F1 個問題核心就係 PU 廠研發咗呢個 PU 之後寫晒啲軟件啦，佢令到架車識學習嘅車手點揸。但係個軟件學咗啲乜，會唔會將一啲車手發揮得唔好，爆到賽車冇電嘅部分都加埋入去呢？即係好似羅素咁，其實咧佢好多時都試過咯。比賽嘅時候咧爆到冇晒電噶嘛，即係例如日本站就係咁啦，佢瘋狂去到美蘭大直路就爬到佢頭，點知咧過埋 last checking 之後落到1號彎嗰個起終點大直路咧佢就冇電，俾人爬翻轉頭。咁會唔會佢個系統就係學咗咁多呢啲咁嘅嘢呢？咁而車隊顯然都未能夠清楚知道點樣去調整呢件事，再加上平治 PU 一路以嚟可靠性都係有啲問題，其中客仔隊麥拿倫更加因為咁要被罰起步格。平治兩個車手亦都係比賽嘅時候連番輪流 DNF， 最終跌分收場。咁所以平治嘅 PU 而家要話爭世界冠軍嚟講，其實都爭少少啊！佢係非常之有能力啦，個動力非常之勁啦。咁但係咧問題就係佢哋會非常之唔可靠啦，會有唔同嘅電能部署，令到咧有唔同意外發生，又或者純粹係死咗副 PU， 令到車手 DNF。只不過現階段只係對手更加廢啫。咁喺我哋知道問題核心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分別睇下咧兩位車手喺銀石，即係喺英國站啦，同埋咧最近比利時站喺 Spa， 大家排位駕駛風格究竟係點樣呢？咁我哋睇一啲公開嘅數據，一啲冇咁完整嘅數據啦，定係會有睇到啲咩嘢出嚟呢？咁我哋首先就睇下喺銀石呢個英國站嘅排位。最終咧 Q3 羅素最尾嗰轉咧冇改善到，仲要慢過之前啊 0.2 秒。同時安東尼尼做出全場最快嘅1分28秒.111，所以咧佢就拎到頭位。咁咧我哋嚟緊呢兩幅圖咧都係湖水綠色線嘅，就係安東尼尼，白色線嘅咧就係羅素。咁你聽我繼續講咧，應該就會跟到嘅。咁我哋可以見到啦。佢咧如果講速度嘅差距咧，最勁咧就係 Hanger Straight 呢段咯。咁同時咧就由呢個位開始咧，特別嗰個時間差距亦都係慢慢累積，係累積得勁好多。咁啊都睇得出咧呢個係好明顯電池嗰個部署方面啦，就一路越嚟越差啦。所以佢嗰個差距喺個圈嘅尾段係急速咁上升嘅。跟住咧我哋可以睇下咧嗰個車手真正嗰個輸入啊，即係佢究竟點樣踩油啦，點樣轉波啦咁樣。咁我哋可以見到羅素咧。呢個位羅素同安東尼都有鬆油啦，咁呢個 Fast 都好多人講嘅，呢個就應該係佢哋有個少少嘅技巧啦，令到呢個賽車可以咧叉電，就唔好咧喺呢個位用晒啲電，留翻少少電，等個賽車咧嗰個電池咧唔好因為電量太低啦，觸發咗一啲安全機制啊，減少啲車突然間咧喺個賽道度慢落嚟嗰個風險啊，因為好誇張啊嘛！你諗下，如果佢本身1000匹嘅賽車，然後咧突然間變咗得翻500匹但係咧重量係冇變過咁啊，其實就好誇張。OK， 紅牛啦、平治啦直路尾速度高嘅車隊咧就會有時用呢啲咁嘅小技巧啦去令到咧個賽車可以
繼續咧可以喺之後嘅大直路啊都能夠咧保持到個咁上下速度啦。之後咧我睇下兩位車手點樣轉波啦。首先呢個3號彎啦，其實係一個好低速嘅彎啦。咁咧呢度我哋可以見到咧轉波咧，即係我哋減速要落波咁嘅車手，咁啊佢又會比較咧慢慢循序漸進咁樣啊，咁樣去落波啦。咁但係咧 Kimi 咧就會傾向咧最尾先落波，咁啊呢度都係喎。OK 呢個位啦，呢個位就係5號彎啊，未到6號彎之後一個大直路嘅路段啦，就準備入 Brooklands 同埋 Lovewell 之前啊。首先你睇到咧佢哋用嘅波唔同啦，啊喺安東尼利用繼續7波啊頂盡用一個高啲嘅轉數嘅時候咧，羅素咧用8波啊。咁啊問題會變成點啊？咁就係安東尼用個高啲嘅轉數啦，咁令到賽車咧，如果喺大家都做咗同一個速度啦，幾多速度係咪一樣啊？速度一樣噶嘛，咁都見到啦，喺同一樣嘅速度嘅情況之下咧，有機會係差得更多電入到去嘅。咁另外同埋安東尼利都係保持比較低波啦，即係例如呢個7號彎啦，啊即係 Lovewell 呢個位啦，因為呢個位佢係點樣出嗰個彎咧，其實係你可以2波3波都係好尷尬呢個位，咁就安東尼利就揀咗一個高啲轉數啊低波嘅設定啦，咁啊有機會咧令到呢個電池喺呢3個位置咧差嘅電咧，就會令到 Kimi 差到嘅電可能會多過羅素啊。咁之後咧，我哋就講下 Spa 啦。Spa 嘅排位咧，啱啱都講過啦，就係羅素咧慢過 Kimi 0.5秒啊，其實係一個幾大嘅差距啦。咁啊，根據 Toto Wolff 嘅講法，就係至少有一半或者以上咧，就因為個電能，即係佢賽車個電能啦導致嘅。咁我哋可以見到啦，首先睇翻呢個 Delta 時間啦，其實都見到咧，佢本身可能去到5號彎咧，只係輸緊0.1、0.2左右嘅啫。但係咧嚟到呢個 Starford 啊之後嘅 Blanchimont 啊，咁啊繼續咧，佢見到個累積得好緊要，嗰個時間差距越嚟越緊要。其實都睇得出咧係跟近咗少少嘅。有一啲加速嘅路段咧，羅素收油咧都係收得多啲嘅。咁呢啲就可能所謂嘅 adapt 啦，即係我哋會見到啦，羅素咧喺某啲位置咧，其實本身應該加緊速嘅路段啦，但係咧佢都會收油啊。同時我哋都見到咧，羅素嘅收油幅度咧係多翻嘅，多過安東尼利嘅。咁但係咧就係呢個轉波嘅問題咧，仍然都喺度啊。例如咧呢個位置喺個剎車區啦，本身由8波跌到落去咧最低嘅3波嘅。咁我哋可以見到咧，羅素咧係仍然都係傾向咧早啲落波啊。跟住我哋睇到咧最尾呢個位置啊，其實你都見到其實兩架車咧呢啲嘅位置咧都係有減速嘅情況啊，應該唔係應該減速，應該都係冇電啦。咁但係就係成個電能管理嗰個程式啦，可能就係啱個車手啦，係嘛？咁可能就係因為啱啱佢哋講嘅問題啦，令到個賽車嗰個電能管理嗰個系統更加知道車手點啊。因為羅素啱啱我都講啦，佢就話啱啱先透過新嘅揸法，令到另架車去嘗試去適應啊嘛。咁可能其實未適應得晒喎，可能就係我哋之前片入邊話齋，就係佢未能夠適應佢新嘅揸法咧，未知啦。即係可能佢有啲底有啲記錄未清啦，可能日本站嗰扎經常冇電嘅嘢未清，然後令到佢慣咗車手咧係中意踩盡啲粒電嘅。咁但係其實咧呢度都見到安東尼利好奇怪地啊，呢個位置咧，其實過完呢個 Bus Stop 其實有個好短嘅位先到終點線啦。咁其實咧呢個位安東尼利其實嗰個速度咧係慢啲㗎。去到最後啦，我就睇一睇咧，平治兩個車手喺成季入邊嗰個正賽配速啊，永遠都係咧就係半分榜領先嘅車手，即係安東尼利啦 Kimi 仔咧就係咧用實色嘅線咁啊，輸緊50分嘅羅素咧就用虛線啦咁樣。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咧枕住啊都係輸嘅，主要都係。咁啊，然後呢個位就比較唔好彩啦。其實加拿大站我哋見到羅素係快啲嘅，咁但係好可惜啦，佢就壞車啦。咁其實點講呢？其實你可以睇到成季呢，佢都適應呢個新賽例唔係咁適合啦，即係唔係咁夾佢啦，所以就導致呢最終呢去到而家，安東尼利204分領先車手榜，同時呢隊友羅素以154分輸緊50分呢排緊第3名，咁中間就係咸美頓啦，以159分呢就進佔咗第2名嘅。咁到最後咧，亦都要繼續多謝我哋嘅會員啊，咁啊，亦都有啲新會員加入啦。咁啊，首先係多謝機械師 I Go to School by Bud LC Dicky Chan Adam J Marzi Ho Carjun Ho Halu L K Sin Far A Chan Angel Fan 同埋 Kern 303啊。另外就係貴會員策略師嘅 Jackie Lee 同埋 LH44 8屆世冠啊。
咁嚟緊呢，就係暑假前嘅最後一站呢，就係匈牙利站啦。咁啊，我哋都會咧繼續會有星期五嘅9 Up星期五啊。咁啊，夜晚呢，應該就係我諗都係練習2嘅時候同大家睇下啦，睇下快你嚟到呢啲咁嘅賽道呢，會唔會好啲啊？嚟到呢啲動力方面冇咁敏感嘅場地咧，羅素會唔會上得翻嚟啦？定係其實佢根本就揸唔掂呢屆嘅賽車啊？咁啊呢個呢，我哋去到星期五啦、星期六啦、星期日啦就自有分曉嘅。咁同埋星期日啦，亦都會有我哋嘅9 Up 策略台咁啊，同大家咧即時講下策略啦，同大家陪下睇賽車，咁就分享下即時策略嘅意見咁啦。咁啊，大家記得呢，就準時過嚟睇啦。咁啊，多謝咁多位咁啊。星期六、五、星期日再見，拜拜。